家承載住各種喜怒哀樂，家人彼此嘅相伴，製造出唔同嘅回憶。今次我哋就嚟睇下設計情報中心為議聯一個新單位嘅設計，希望戶主可以將佢哋美麗嘅回憶保存喺只屬於佢哋呢一個獨一無二嘅屋企。咁我係睇到，我係睇雜誌，咁跟住呢就係咁佢呢就會有寫話議聯優先，咁我一睇就好 eye catching 啦，議聯喎，啱啱呢個新屋苑，咁所以我呢就即係自己記低咗佢個網頁，咁我就由個網頁開始嘅。其實客飯廳以白色嘅色調為主，加上木質地板，展現出簡約嘅風格。米白色梳化、木紋牆身，配上黑白色嘅電視櫃，豐富咗視覺上嘅層次感。而落地大窗亦都有良好嘅採光優勢，營造出乾淨明亮、令人舒服嘅室內空間。因應樓底咁高呢，設計師就故意唔用吊燈，就用咗一啲盒仔燈嚟營造一個空間感更加大嘅效果。同我哋一齊揀，譬如牆紙啊，同埋嗰個窗簾啊，咁佢都有顧及嗰個裝修咧，嗰個顏色啊配搭咧，咁做出嚟就幾滿意啊。係啦，因為始終佢係設計師，即係佢會諗到成個 full picture，我哋第一間屋係會點樣，咁佢就俾咗好多意見，啲牆紙同埋嗰啲窗簾顏色咁樣咯，所以都好好。嚟到戶主最滿意嘅睡房。深紫色嘅絨面牆身，灰色窗簾，配上床頭兩盞小小嘅水晶吊燈，為成個房間都增添咗高貴嘅感覺。設計師亦都善用窗台嘅位置，加咗坐墊，就多咗一個休憩嘅位置啦。窗台嘅另一邊亦都做咗梳妝台，一格一格嘅儲物空間，既清晰又整齊。衣帽間用咗純白色嘅設計。精緻嘅白色衣櫃，加上地上放咗紅玫瑰地氈做點綴，為房間增添咗色彩，打造出優雅嘅風格。而房間入邊亦都做咗地台，加上到頂嘅衣櫃，令房內有充足嘅儲物空間。將來再裝修，我都會揾翻設計情報中心。